都會容易有肩頸膊痛嘅問題，可能係因為佢成日都坐喺度瞌眼瞓有關係啦，又或者睇嘢嘅時候唔清楚，越睇越近，搞到條頸同埋背脊有少少寒背嘅問題。呢一集想教大家一個簡單嘅運動，糾正老人家寒背嘅姿勢，從而希望可以減輕佢嘅肩膊痛嘅。如果有興趣，我哋嚟睇下。咁首先我哋想要個老人家將兩隻手扣起擺喺頸嘅後面，咁然之後兩邊手踭就指向前面。咁我哋揾一張有 iPad 嘅凳坐，然之後我哋嘅護理員就將隻手扶住個老人家嘅胸椎，然之後就慢慢幫佢抬起佢嘅手踭。係啦，抬到最高嘅時候，我哋盡量將個手踭可以指向天花板嘅。慢慢我哋抬到最高，盡量指向天花板，定住3至5秒，保持普通平穩嘅呼吸。然之後我哋慢慢向翻前，好，再慢慢向上。向前我哋就唔使屈得太前嘅，因為本身老人家有寒背嘅問題啊嘛。咁我哋盡量個重點集中喺挺直嘅背脊，所以會老人家覺得挺直嘅時候有少少攰嘅。如果老人家覺得可以承受得到嘅話我哋做10次啊。如果佢 OK 嘅話我哋可以做到去20次嘅。咁慢慢調節翻個胸椎咁長者嘅寒背情況就可以有改善啦。如果學習咗呢個方法，同老人家嘅肩膊同埋胸椎慢慢咁放鬆嘅話可以慢慢改善老人家嘅寒背問題。如果大家對老人家肩頸嘅膊痛亦都想了解多啲嘅話，歡迎繼續關注我哋。小紅書